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咱全台湾目前有42大228和白色恐怖时期不计为止。政府要落实转型正义，行政院是通过不计为止保存条例，即马会把这条例送去立法院审议，希望未来会当透过专法系统化来保存不计历史和遗迹。总共有损害上当就会当关5年，也是罚2000万。请揭牌。行政院奉列做不计为止，因为这是228的时阵扫射群众的所在。全台湾拢总有42位228和白色恐怖时代的不计为止。亲像原来台北邮局头前马场顶公园顶向定威权政府侵害人权的发生地，为了实践转型正义，行政院18通过不计为止保存条例，毁损不计为止相当关5年，罚2000万。国家对于不义遗址的重视，保存历史记忆，是了解真相、促进和解、实践转型正义的重要工程。管理机关需要于2年之内提出保存活化计划，只能延长1年哦。那但是在私有不义遗址的情况呢，我们希望在以公益性跟必要性为前提的情况下，对财产权侵害最小的原则下，展开对活化的保存。行政院讲，专法会当系统化保存不计历史甲遗迹，透过采历史标志侵害人权的解说，所谓虚拟的重建，办理纪念仪式这方式来保存，得到民众的肯定，会当促进社会的和解。我们为了让族群更融合，其实转型正义啊，然后或者在这些地方做一些纪念，然后一些文物的展览，然后让民众知道过去的历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未来文化部会做审议会来审议甲公告不计为止的个案，审议保存活化计划甲监督辅导。不过不计为止的保存有权来源引起关心。主要是由管理机关自行编列预算，来进行保存维护。私有不义址方面的话，我们就是会尊重所有权人的意愿，在对财产权侵害最小的原则下，奖励补助。针对全台湾64位潜在不计为止，文化部讲，目前完成228中山堂等11位潜在先期审议作业，等立法院审议通过专法了后，加速审议，预计2026年会完成全部的潜在不计为止的公告。记者综合报道。